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4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一案，检方今仔正式起诉，1审若方判有期徒刑，就要马上停职。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过境纽约，侨胞热情欢迎，也毋过冇中国团体伫中华抗议，反对赖清德入境美国。预计一直起，政府明年要搁大减税，综合所得税免税额有可能会调高5000块。财政部表示，年底会公告。新闻开始来看，新竹市长高虹安被指控伫立委任内诈领助理费，检方今仔起诉高虹安甲助理计共5个人。另外，针对朱启辉对高虹安伫任职的研究成果来申请专利，控告伊涉犯背信罪，检方是以证据不足无起诉处分。民众党表示讲，因支持高虹安提出愈侪证据来捍卫伊家己的权益。以被告的身份几啊届访约谈，新竹市长高虹安加入去借钱的争议。伫做立委的期间，涉嫌诈领助理费，检方10时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等的罪嫌，甲高虹安甲助理等等5个人提起公诉。高姓被告公私不分，贪图小利，为支应其他开销而操控助理薪资，榨取助理费，且饭后态度不佳，又卸责给助理，请法院妥予量刑，并宣告褫夺公权。检方指出，高虹安犯罪了后，毋但态度歹，阁会提责任，而且阁讲伊是真好业，明明领伫法院超过19万的月给，7万外的文件费。就连永龄基金会逐个月拢予伊10万块做立委相关的业务，这个钱伊毋但拢无使用，颠倒为下死遐存卡出手，下死的薪水共铺报拍销，加报加班费，结果要求助理立差额，诈领的金额有甲46万，全部拢摕去洗头、看医生、买姜母茶等等个人的私事。另资策会对高姓被告提告背信等罪一案，检察官认为，依告诉人所提出之事证及侦查中调查所得证据，并无法认为被告有背信、诈欺等犯行，而予以不起诉处分。我想在一开始，在侦查的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检察官就已经认定就是要起诉我贪污。今天得到这个贪污起诉的结果，其实真的一点都不意外。许多我身为被告有利的证据基本上是完全的不管不顾。牵涉借钱的风波，毋但只一层。高虹安还阁去互指控讲，伊找前男朋友李中庭做人头，诈领助理费，阁去互朱启辉控告。伊甲伊带朱启辉迄当阵参与的研究成果，登记伫伊民间公司的名下，涉嫌犯背信罪。不过检方认为证据无够，做不起诉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预计伫个起，政府明年都要大减税咯。明年的综合所得税免税额有可能会调悬5000块，对92000块调悬到97000块。标准扣除额也要按算调悬6000块，对124000要调悬到13万。财政部是表示讲，实际减税的调整会伫年底来公告，明年实施，后年开始就当以新制度来报税咯。预计伫日起，民众的钱包是愈来愈薄。主计总处顶礼拜公布7月份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CPI 年增率是1.88%，其中亲像休闲娱乐、买肉、食外口的费用、厝租等等起的幅度是拢真明显。而且1月份至7月份平均 CPI 年增率，甲去年同期来比是起2.26%。因为物价起的情形看落也会继续起，有可能伫明年宣布减税，后年实施。对我负担减轻是蛮有帮助的，对啊，就可以拿这个钱再去吃一餐大餐吧。一定会是一个负担啊，对啊，所以就是如果减税的话，也减轻现在的那个就是现在物价通膨的压力。根据所得税法的规定，综合所得税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水所得特别扣除额、扣税抗击等等，
只要拄到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顶一届调整累计到3%以上，就会当照起的程度来做调整。到今年7月底 ，CPI 比顶一届调整是起5.034%。那以这来算，明年综合所得税免税额会由9万2调悬到9万7，标准扣除额为12.4万调悬到13万，有配偶的人是26万。另外，薪水甲身心障碍扣除额嘛为2.7万调悬到21.7万。若是以一口罩4个人，翁仔某拢有咧趁钱的家庭来做咧，综合所得税扣除额调悬了后，报税的时阵会当加扣5.2万，照下用税率5%至40%来算，会当省2600至2800块的税。若是高薪的上班族，会当加扣2.1万，减纳1050至8400。双薪2个小孩的话，我们呢节税的金额可以最少可以从2600块钱最多可以节省到20800块钱。所以说起来这次调整的幅度不可谓不大对民众来讲真的是一个小确幸啊。针对这点，财政部表示，因为扣除额甲免税额暂时要提悬，也要看今年10月底甲去年11月底物价起的幅度。目前要讲要上较早，而且调整的幅度等嘛拢爱阁精算，敢来当讲机会真大。会伫咧年底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副总统赖清德要去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中途过境美国纽约，有将近700个侨胞伫饭店头前来欢迎赖清德，也毋过有中国的侨民来抗议。公司记者嘛，翕到中国的侨民和游览车载来，有的人根本是毋知要创啥。美国智库的学者是分析讲，赖清德这抓无去华府，这并毋是讲美国无想要得罪中国，其实是美方一向的政策原则。有报条甲国旗准备出发，公司记者伫纽约唐人街翕到中国侨民准备包车去赖清德侨园会场，不过大部分的人好亲像无清楚这摆目的，不只是安尼，中国侨民也伫报纸批评赖清德是台独分子。带头发现10多人也出现伫总统蔡英文顶一摆过境纽约时阵的抗议现场，伊一直讲伊毋是惊落港，是主动来的。台独分子经过美国，我每一场都在。我们这里是梅东华人华侨，自愿来。虽然会场外口有抗议，赖清德侨园依然有将近700个侨胞来支持。个人日前发动选，被看作是指控技术有留副手人选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专程回国，两人活动也引起关注。美国政府依照过去历任副总统过境的惯例，做了最好的接待跟妥适的安排。非常感谢美国不惧压力，秉持着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协助我过境。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赖清德发表10多分钟的演讲，佮表示蔡总统的4大坚持，也佮家己的和平4大指条，愿意甲对话沟通，降低外界记录。无法度亲身到场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也特别录影强调台美关系密切。Including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city, just as the U.S.-Taiwan friendship is long-standing and rock solid. So this is not a decision that was mad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in any way upset China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He would not transit through Washington, D.C. And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internal guidelines. 侨园只有纽约州议会议员、波林波特市长定量参加，无国会议员。赖清德即摆过境美国态度低调，纽约时报解读是要展现稳健好客形象，无愿意被看作是麻烦制造者，替未来大选加分。公司记者纽约报道。再来看国民党内又搁传出讲要换掉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声音。南投县的副议长伫面册质疑讲，侯友宜摆的员工是对一个的。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搁再呼吁讲，要爱以大局为重。民众党的郭文地今仔是去嘉义拜访议会。另外，针对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检方起诉，今仔早起郭台铭伫中华并无回应。在祝福我们侯市长顺利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林碧峰表态支持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侯友宜笑甲真欢喜。不过另外一边，党内却传出反后的声音。南投副市长潘一泉13暗时伫面找质疑，侯友宜员工是倒一国的，也佫算是无情员工，佫请后若当选一世人食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赶紧出来讲话，个人的一些恩恩怨怨或者是一些意见，最后都要化为大我为重，大家都是大局为重。最近拢无公开行程的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明铁进前到嘉义东石乡，甲嘉义区议会营业理事长林水秋斗阵，和时代力量立委区显地质疑，以恶扬白。郭明铁竞选办公室强调，上过头去讲这代志，实在是无必要。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个场合，各路人马都有哦，但是是不是在一个场合里面呢，特别去聚焦在某几个人，然后拿出来做一些衍生或者是过度的渲染，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另外，新竹市长高虹安和北检照贪污治罪条例，伪造文书顶罪起诉郭台铭14，到彰化拜拜，也关心过去朱台斌高虹安助理费的证据。高虹安被起诉了，高董那个看法？在。我们的法务团队会帮他这个打官司吗？郭台铭传出可能伫8月23伫金门宣布参选总统，也和那亚甲侯友宜面临整合的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对咱台湾的军事威胁无停过，国防部暗示要甲一党义务役兵哥部分编组来乘做海外守备步兵单位。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若属是编3-4千人的旅级单位哦，规基地训练用地若属上过细，恐惊嘛无法度运作。国防部公布13到14早起6点为止，佫查到6架厝的强机，6只的强弹胶台。面对强军亲门大户，台湾海空军派出机南应处，也相当消耗用油。传出到8月，军方已经欠中油40亿的油钱，不过国防部否认。国军112年的油料预算总共编列了经费是71亿余元，那目前都依照合约支付油款。并没有媒体所谓的欠款的问题，油料预算支应的状况，如果在不足，国防部会申请管制预算以及第一预备金来支应。另外，为提升地面防卫战力，国军规划将1年期义务役士兵编加做海华守备兵单位。不过专家指出，若编做3-4千人旅级单位，在基地训练场地无够情形之下，恐惊真歹运作。我们其实就编成一些守备营，然后让他们在战时只要赋予他们戍守特定区域或者特定阵地的任务，黏住共军，然后呢限制共军的行动，这样子来替我们的常备部队创造打击机会。中国对印太地区威胁愈来愈增加，也有美国参议员经顾问导述媒体认为，美国应该向台湾做东沙岛做军事基地，确实捍卫南海，也增强台湾的核阻力。岛屿租借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岛屿防卫，台湾都具有相对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我们可以把这一种视为台湾的筹码，类似是一种安全外交的一个总体的考量。学者表示，相关建议可行性真低，不过因看出国际盟友对中国继续军事扩张，影响区域和平稳定的担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婚姻官天9例已经继续的军假，目前婚姻的确诊病例计共有165例哦，估计就占144例。婚姻官的政府特别加强来消毒，嘛伫附近来插黄色的旗仔，要来提醒附近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今日高溪乡河堡村的社区，电火条顶观察黄色的警戒旗，顶头有写天9例危险警戒这几个字，希望一旦提醒民众加强防范网虫，警情都室内室外之最勇气。一看就不用知影有啥问题啊。人就知影讲。这个地区严重啊啦，然后好预防啊啦。经过疾管署确认，目前婚姻官天9例确诊案例计共有165例，其中144例伫高溪乡。为了避免疫情继续摊烧，关内针对个案的徛家、做事所在，室内室外进行化学防疫作业，各插警戒旗、提示居民或者是游客爱提关警觉。有看到警戒旗的话，就请大家进入的时候要小心特别是要有
防护哈。警戒说，我们登革热蛮严重的，请他们配合我们的巡道清刷，把周遭的环境先整理好，这是插旗的目的。高溪乡荷包村办公室表示，要查警戒期进前，拢有甲附近的居民宣传卫生教育，呼吁大家唔通惊吓。啊，若荷包山的东回公园目前全面封闭，要等到天9日疫情转好了后，才会重新开放。记者王伟雄回应报道。隔半个月就是中元节，也毋过最近猪肉价少一定起落。7月中，猪肉1公斤的大卖价是90块左右哦。这几天已经起价要100块咯。宜兰、新北、南投、佮云林、佮嘉义这个县市哦，即卖大卖价拢已经超过100块咯。农业部长陈吉仲是表示讲，猪肉起价主要是因为国际原物料佮短期供需的影响。也毋过哦，部长嘛强调讲，国内猪肉的供应量是无问题。14早起的菜市啊，民众伫咧猪肉打斤肉，离中元还阁有半个月，猪肉价少却已经慢慢咧起。根据农业部的统计，6月猪肉挂价平均1公斤是90.69块，7月是92.27块，8月到目前为止是96.84块。不过12日迄天，猪价已经来到99.69块。肉又这么贵，又这么贵，对，就多买菜，多吃菜。事实上，新北、宜兰和南投等部分县市，12日迄天猪价已经超过100块。若猪肉愈来愈贵，连肉腐这加工品价钱也对咧压悬，同款的钱会当买的量是愈来愈少。200的就吃了几天了，现在买150就是算了。物料上涨嘛，运费贵嘛，运费贵，养猪的人，相关人来饲猪的人变较少，猪少就贵。甲猪肉称重，准备做假肉，摊商讲等到中元买的人变多，猪肉恐惊阁会起价。农业部长陈吉仲就是解说，最近猪肉起，主要是受到国际原物料价少影响。猪价的这一个的波动呢，很多是受到所谓的原物料的价格上涨，还有短期的供需的波动。那长期而言，我们跟农民保证的绿灯区还是这样的一个供应。陈吉仲强调，今年猪肉进口量比去年较侪。农业部也继续点算，确保国内猪肉伫年底进前拢会当稳定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旧历7月哦，民间拢会普渡好兄弟仔。环保署的统计讲，7月这个月烧的金纸大约是占一档的3成，所以环保署今仔甲放假龙山寺做伙来推广环保拜拜，线顶普渡，望讲会当来定时食物，嘛减碳减少空气污染。讲到顶悬抗适量的果子做制品，或者是用米来代替金纸，爱烧食物以外，也用兼顾民俗，也个用做环保。农历7月特别到位，环保署为推广环保普渡的做法，甲龙山寺合作推广用米代金，线顶普渡等的环保制式做法，希望民众甲庙司斗阵配合。所谓的纸钱集中烧，或者是说，甚至我们的这一些的一个祭祀的贡品。都能够卖公摆着一大堆，结果最后变成了厨余习食。环保署统计，每年差不多收3成以上金纸来普渡祭祀，将近3年纸钱的业绩集中量有6.4万吨。所以甲放假龙山寺合作，龙山寺强调，大家斗阵来响应，这样让空污减较上低，环境更较好。有人说一炷香可以通到天庭，那都是假的啦，没有人这样，你的心到了，你的意也就到了所以心诚则灵这句话是绝对不是虚假的。环保署强调，108年到即马已经协助7个县市设12个专用金炉，增加纸钱集中处理的量能，每年用达到8000吨以上，希望民众甲庙司用斗阵做环保。记者综合报道。苏比亚上的犯罪是愈来愈严重。卫生福利部统计，今年的2月到6月，就接到1327件的申诉案，比去年的同期成长5倍。大部分的被害者拢是女性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哦，针对性网络因影像移除下架的规定，明仔载就要开始实施咯。业者若是无依照规定甲影像移除，相当是当要求业者甲网站封锁。
为保障性影像被害人权益，立法院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其中有关网络性影像移除下架规定，会伫8月15开始。未来若有牵涉性侵害无经过他人同意录定犯罪代志，只要向性影像处理中心提出申诉，对马上通报网络平台业者，限制看或者是移除这个影像。最大年龄74岁我们的一个阿嬷也是有这样性影像的这个遭散布的威胁。根据卫福部统计，性影像处理中心今年2月到6月接到申诉案件有1327件，888个被害者比去年同期成长5倍。进一步分析被害者当中，女性占5成8上济，年岁18到25上济，散布者8成2是网友。移除性影像速度上紧的前3名分别是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等平台。台湾的法令现在是期待在72小时内可以把成人的做移除，而少的是24小时内来做一个移除。卫福部强调，目前已用7成案件成功移除，平均移除日数是10天。无配合移除下架有63个网络平台，拢是境外网络平台，相当应对业者防网。呼吁民众若发现家己的性影像无经过同意就散布，爱记哩唔通删除，唔通写中，爱保留相关证据，爱记录连结甲散布人的效果者资讯，向性影像处理中心提出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夏威夷毛伊岛这届的野火是烧甲真热烈哦，已经有93人不幸过身，人数有可能阁继续增加。当地州长是讲哦，这未属是战区。另外，针对这届火烧警报系统失去作用，嘛表示讲会彻底来调查。当局也搁伫咧评估那海那电灾区的范围。当初岛南铁里的居民认为，这么情势可能较缓和，就着急要登记出来看，找失踪的家人。因过看到一切，甲以前拢完全无共款。Basically being treated like a crime scene. Every inch of that area needs to be investigated. So when we can go in there? That I cannot tell you. It depends on how long we can, how quickly we can ge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州长个人讲，伫过去1礼拜有2200座建筑物被烧掉损害，造成真多人死亡，死亡数也会增加。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rise. We want to brace people for that. We have to go with caution. There are heavy metals there. There are toxic states where the houses have come down and the businesses have come down. The recommendations are to avoid those structures because they could still fall on people. 有人对自然灾害发生时阵应该启动的警报系统所失灵，造成性命财产损失。一个大范围停电加手机也未通，提出质疑。州长个人讲会赶紧调查，看因伫咧警报工作方面是毋是做了无够。这嘛是目前所讲当地只敢1间殡仪、3间殡仪馆，太平间是安怎容纳这么多力量者？ Mr. President, are you going to take questions on Maui? First Lady. 这边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夏威夷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已经超过1960年造成61人死亡的大海啸，也超过2018年加州天堂镇野火86人死亡的记录，是1918年以来造成上侪人死亡的野火。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最近这几天树林大火是烧袂离，嘛造成真严重的灾难。美国加州的消防局甲位伫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合作，利用360度的摄影镜头，要透过 AI 人工智慧对野火来做预警哦。望讲伫火才打开始团的时，相关的单位得当赶紧来拍火来救灾。 今年7月已经加做史上上热的月份，全球各地森林野火侵袭，造成财产损失甲人员伤亡。这项加州有经计划由加州消防局甲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合作，打造一套360度宽景翕的摄影镜头，拢总有超过1000组的镜頭，偵測監視發生火災。 Once we do get a call, but if a detection is automatically happening, then that's what can be really helpful to us because it's basically patrolling 24/7. 唔但有能力监控，这套系统也个透过 AI 人工智慧辨识影像中的异常状况，分析空气中的烟雾甲烟叶粒仔的含量，判断敢是有形成火灾风险，佮有先通知相关单位确认，提早采取应用措施。5-6 years ago,
you'd have to send a battalion or an aircraft, fixed wing or rotary, out to confirm the ignition. So you'd get a 911 call. You'd have to go out and have eyes on the fire. Now you can spin a camera very quickly, determine if there's ignition. 这项计划7月开始启动，已经协助解决一场位伫圣地亚哥以东80公里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公园内可能发生的野火。消防局伫45分钟内出动7车60人，另外也有2台水车甲2台路头车顺利拍化火势。I think it's 100% applicable throughout anywher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now that we're experiencing a lot larger and more frequent fire regimes, and with climate change, it's coming everywhere. 加州消防局已经投入超过2000万美金，支持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甲网络科技公司合作打造这套系统，希望会当改善加州的野火问题。公司新闻陈慧玲编译。再来看北非国家摩洛哥、中东国家约旦，最近受到热影的影响，气温是一直创新高。摩洛哥南部的都市出现摄氏50.4的温度，嘛打破当地纪录。热天挡袂牢，矿泉水规罐对头壳顶倒。中东国家约旦连续第2天拄到热天气侵袭，受到阿曼普通时正热烈的市区，出来踅过游客只敢剩喷几个尔。当地人讲是这些人度过上热的天气。انت شايف الولد مشطوب بشطب ما فيش حدا فيش حركه في الشغل والدنيا حم كثير وعلم ما بتنزل كثير الوضع كثير شوب يعني بديش اوصف لك الشغل اللي انا فيه طلع مي مش قادر بدير عليه مي 10 دقائق بتلاقي فيش ولا نقطه كله بنشف كله بروح 天气热，只敢冰店的生理上好。全世界经历极端气候的侵袭，当地气象专家观测了发现，约旦今年的温度比正常的年平均温度高10到12度，估计未来几天相关温度甚至会升到44度。A very heated center moved from the Arabian Peninsula towards the capital and the main cities. Tem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reach more than 40 degrees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could reach 43, 44 degrees, which are could be record-breaking temperatures in Amman and surrounding cities. 在北非的国家摩洛哥，刚反受到热天气侵袭，温度一直创新高，因为对南方吹来干燥空气，和温度愈来愈高。这2天的温度是比月平均温度高5到13度。在南部海岸城市阿加迪尔，甚至测到摄氏50.4度的破纪录冠军。全世界气候监测机构证实，今年7月是有纪录以来地球上上热的月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扫过台湾、日本甲韩国风台卡路强度已经减弱，正做是热带风暴，也毋过一路上北。嘛，伫罗西亚乌苏里克市造成淹水哦，有4000间的厝拢淹伫水里，2000个民众撤离，会当讲是当地1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救援人员进入灾区，像年阵一直来去。这位老太太脱困的时，才放松落来。罗西亚关东地区第2大城乌苏里斯克市拄到10年一班的大水患，受灾面积大约35%至40%，真侪百姓真惊吓。Что-то плохой климат стал. Было как-то полегче, было. Туалет вот закрепили веревкам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уже плывет. С сарая все выплыло, дрова вот мои плавают. 卡努以风台姿态侵袭台湾日韩了后，一路就北，风认为是当时的怪胎。去到罗西亚远东地区已经降级做热带风暴，带来大雨，搁变做大水。罗西亚官方通讯媒体塔斯社指出，有4368栋厝浸水，5654地附近的地甲启动工具护水淹，也有28个主体社区另外交通中断。当局已经派遣1支工作小组监督远东部分地区的防灾善后工作。罗西亚紧急事务部表示，也因为提早派遣部队，才避免更加严重的损失。另外，淹水地区超过2000个居民，其中有405个囡仔拢防撤离。在伊卡努侵袭的时，有7个行政区发生大水，1个妇女甲2个囡仔不幸罹难。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克里米亚半岛过去是真受到欢迎的观光胜地，也毋过哦，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小镇无游客敢来，虽然罗西亚政府已经有补贴当地业者，也毋过民众嘛是个真怨叹哦，讲佮继续沉落去，伊嘛得要活袂落去咯。车路拢无看到人车经过，附近的旅馆甲民宿也拢挂有空房间出租的广告。这是克里米亚半岛西边的波波夫卡小村庄。
往年伫热天，拢有真侪俄罗斯游客来遮耍。要么我即马连普通的过路客拢真罕的看到。Я здесь проживаю. Это наша сама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улица. И обычно в это время здесь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отолкнуться. Зде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людей и машин. Но сейчас, как вы видите, все изменилось. Примерно с 15 июня наш гостевой дом у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заполнен полностью. С 15 июня и до середины сентября где-то. В этом году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что пляж закрыт, конечно же. 以前来克里米亚半岛耍的游客真多，海边的风景是上吸引人的特色。波波夫卡伫咧过去20年拢会办音乐节，特别拢会吸引几多千人来。不过即马俄战争拍袂煞，作为两个国家争夺的高危险区域，今年热天差不多拢无半人。大部分的海边啊，拢互俄罗斯作为军事用地封起来。这条连接半岛甲俄罗斯之间的克里米亚大桥也几多遍被轰炸。Сложности были, да, на пароме простояли сутки, очереди пока большие в связи с затруднением переправы Крымского моста. 当地观光局讲，今年热天来访的游客，甲俄战争进程差4倍，也是苏联兵台了上歹的记录。有克里米亚政权的俄罗斯政府宣布要予当地观光业者财务的补助。Чтобы сохранить турис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Крыма и Севастопо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ыделит свыше 2,5 миллиардов рублей. Эти средства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ы для единовременной выплаты работникам более чем 3,5 тысяч компаний. 因为真侪波波夫卡的居民拢是靠每年3个月旅游旺季来赚规年的所费。俄罗斯政府希望先用补贴来减少影响，但是只要俄战争无结束，百姓就将歹负安稳的日子通过。公司新闻牛眼编辑。过来消息来看，昨暗头啊，台东成功的基号渔港有民众过白啊出海，可能是风影上过大，风扫去成功渔港的外海大约2公里的所在哦。加在有民众看到，赶紧报案，海巡队是派救生艇去救人，嘛加在讲有顺利救到人哦。海巡表示讲，今年附近都有3件 SUP 的救援案件，嘛讲目前 SUP 佫无相关的管理规范。13点6点半左右，海巡署第13划巡队出动救生艇去成功渔港外海，把一个福海捞起的民众救起来。这个民众是为机回渔港骑船爬出海，不过煞漂流2公里，一直到成功渔港外海，才叫路边的民众发现，报案甲救起来。接获118报案指出，在成功渔港外有一名民众从事 SUP 活动，因体力不支，请求本署协助。本队获报后，立即指派新港安检所派出橡皮艇前往施救。根据第13划巡队的统计，今年到达分别执行人数3号，甲成功地区拢总3件骑船爬救援的任务。其他海域嘛有少数的案例，是民众骑船爬一个楼起就去用救起来。因为东部海域大部分拢是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管理的。在开放海域了后，东管处今年4月份规划骑船爬活动注意事项。不过，敢若规划带团的业者的法则，个人的行为目前是无处罚的规定。违反水域游憩管理办法的一个相关裁罚标准，可以针对业者处罚相关的一个罚款。那最低3万，最高到20万以下。如果您是专业的玩家，要从事这个活动，也希望能够结伴同行，依照我们的活动注意事项去备妥这些相关的一个设备。开放海域了后，除了渔港的区域甲管制航道，无动力的骑船爬差不多拢会当落水。不过，东管处强调讲，骑船爬活动注意事项内底有要求，袂当孤人孤只船伫水顶骑船爬。不过，这是真恶规范个人的行为，呼吁民众若要做骑船爬活动，一定要找合格教练带队，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刑事局掠到一个诈骗集团哦，甲骗来的钱用虚拟货币来洗钱，要被警方的追查。警方已经掠到20个嫌犯，诈骗的金额有上亿。警方全副武装分2边进攻，一边为露台爬入去，另外一边为1楼的大门冲入去，将嫌犯拢总压制掉了。警方锁定嫌犯伫台中北屯区一间透天厝去掠人。警方伫今年2月查到姓王的嫌犯带头的人口买卖集团了后，佮锁定姓吴的主嫌咧带诈骗集团。因伫台中的北屯、西屯佮彰化经营水房咧收销。警方前后发动2件行动，拢总掠到包括姓吴的主嫌在内20个嫌犯。搜索的过程当中，
还发现被害人持续不断的汇款进来这一个洗钱转账水房成员所操作的人头账户，所以我们赶快报请检察官向法院紧急扣押了170万的不法所得。警方表示，嫌犯为着要闪对早，将骗来的钱一层转过一层，佮透过制作假的虚拟货币交易记录分3个坎站来阻碍对早。因为虚拟货币交易是合法的，所以嘛，互第一线的警方要调查是真困难。1层、2层、3层的人头账户，依然表做一个查扣以外，才能够突破新法。否则的话，如果第一线员警只查获这一个车手，那没有这些资料，你就很难证明这些车手所辩称的知识是真的或假的。根据警方统计，这个诈骗集团以这款的手段已经骗到上亿，受害者有89个人。侦讯了后，已经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甲洗钱防治法等等的罪嫌来甲因上班，而且嘛继续追查敢有其他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接阮今年5月一个刑事法的建案吊架落来，造成死亡的意外。今仔早起9点附近的道路新丰路建案的厝顶要来进行工程拆除的作业。台中市都市发展局是表示继续5天的工程，因会严格来监督。保护栏设为早，期9伫路口进行严格交通管制。8月14早起9点1个到，台中市刑事法工程团队展开文心爱乐建案厝顶的拆掉拆除作业，为着安全，甲文心南5路为文心南路到向心南路的路段封起来，附近车流经过指挥，早起的交通犹个顺时。我早上7点多有来巡视一次哈，他们那边到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塞车的一个问题哈，请有关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这个民众哈，希望能够说小心一点哈。今年5月7日，刑事法文心爱乐吊杆落落去，造成台中捷运的事故。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伫7月17同意拆掉拆除，拆除作业为8月14开始，连续5天。吊车会以正可视的方式，袂去登到台中捷运轨道的顶头。拆除作业也会hiệu准来实施，特别配合捷运班次出入通路公园站的时间。刑事法表示，一切拢照政府的要求来执行。交通如何管制，或者是怎么样？那个公告周知这个东西，我们就照政府的规定去做，严格要求公闭安全。后续如果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工作，当然就照规定去做申请复工。吊挂作业时必须配合捷运的班次，才能够进行所谓吊臂的上升跟下降。所以这个部分，交通局有严格的审查他们的交维计划。那复工的部分仍然必须检送第三方公证单位。然后送都发局，才能够核报复工。刑事法后手会申请复工，但是强调无时间表。台中市都发局表示，复工有相关的程序，而且爱上第三方公证单位会严格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火车头出站的北门路路面是坎坎坷坷哦，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真歹行咯。有新众团体发现讲，对轮椅族来讲哦，四界拢是障碍。台南市干务局是表示讲，伫过去4档外，已经有针对顶仔卡来做改善，会阁继续争取经费，继续来做改善。轮椅族来到台南市火车头头前的北门路顶面，骑楼是高低拢无共款，根本无法度通行。换一个所在嘛，发现外口的人行道宽度无够，路面无平，甚至阁有变电箱、甲电火条并排，人行道去用压缩，敢若剩30公分。对啊，那台南其实每一条路都长这样，那希望能够先针对某些路做一些那个模范的一些区块，然后慢慢的扩出。骑楼没有做整平的工作，挂靠的人行道地性马路高大，它差不多大概就是1.2米、1.5米的距离，然后再加上路上又有一些广告物或者是招牌，所以都压缩了他们的空间。人行道常常看到汽机车违停。减价的道啊椅啊占用，骑楼的楼梯或者是坡道过悬，对行人来讲已经是足大的障碍。轮椅族更是寸步难行，常常去用必上道路甲车来进道，是真危险。要求相关部门建构无障碍的环境。对此，台南市干务局是表示，4档外来已经是一步一步改善骑楼，整平1818公尺，后续的伫小南路里争取经费来改善。事务诚心接受，公务局并将持续推动
人行道的优化措施。新疆团队要求市府摆渡人行道的电箱、火卡、违停的汽机车等等，嘛有建议修法或者是新建设施的时阵，应该有新疆者来参与，全面建构无障碍的行人空间。记者郑云台报道。这几冬桃园市的人口是成长真济，所以污水处理的量嘛增加。龟山大溪已经提出扩厂的计划，也毋过至少要2冬的时间才当完成。所以北区水资源中心是望讲，营建署会当赶紧来通过扩厂的计划。家庭废水爱先经过污水下水道，接到水资源处理中心处理了后，清洁水才排放到河川，才袂去污染河川生态。欠水时也会当提供产业、消防甲民众使用。要毋过有议员质疑，北区水资源中心厂区都位伫绿德区，带着生活区域，带着煞无开始接管，并无合理。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水资源处理中心的所在地，也就是桃园市芦竹区大组的生活空间，也能够规划，让我们北区的一个污水处理能够更加的完善。水务局表示，大条都市计划区已经在规划，但中央核定施作。也讲到北区水资源回收中心1日期，目前上济会当处理10万吨家庭废水。评估3年了后，若未当完成扩厂，会面临容量不足的问题。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13万的用户接管，水量已经达到7.8万吨，然后预计3年后会达到饱和。最近几年，桃园市人口成长快速，污水处理容量需求增加。龟山、文清、大溪2个水资中心面临满载，已经得到营建署核定扩厂。水务局表示，今年5月已经提出北区水资源中心3期扩厂计划，预计完成了后会当处理15吨的污水。不过扩厂要2年时间，毋望营建署量早核定扩厂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咱国内税处的资料透明化，今年的1月，立法院3读通过《租赁主体市场发展管理条例》修正草案，要求包租业者甲厝卡签的转租契约嘛要实价登录。若属讲违法，上当是当罚5万块。这项新制度会伫9月初1实施哦。今仔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应该嘛要求个人的厝主嘛要实价登录，上好哦相关的资料拢爱伫1个月内提供。若厝买袂起，不少民众会先选择先税厝。不过，国内租赁主体市场定出现计销无透明，也是资讯不实的问题。为要保障税厝的人的权利，立法院今年1月修正通过《租赁主体市场发展甲管理条例》，增订包租业者的转租案件应该入籍申报实价登录。我觉得还不错啊，就不会说有受骗或什么的事情发生啊。当然会啦，如果有这个政府如果有这个可以让租屋族多一个保障，也是比较好的啦。包租公的部分，他就要这转租后才要实价登录，但是呢，在房东端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全面要求了，所以针对房东这一块还有待加强了。台北市租赁主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建议，政府应该将自行出租的小厝头家到底实价登录，才会当使政策更加完善。根据了解，这项租赁专款修法，增订包租业的转租案件应该申报实价登录，像租金等资讯，拢爱对外提供查询。若登录不实，会当处5万罚款。过去规定，包租甲代管业应该按规提供租赁主体资讯予地方政府。即马也修正期程，缩短做订约了后30日来提供，方便政府及时掌握分析租赁资讯。如果房东不出席的话，就是说最后消保官那边没有积极处理的话，最后房客还是要到法院去告投诉申诉的一个成本是有一点高，不见得每个房客都会去救济了。专家建议，若厝卡拄到租金资讯无透明，也是税处乌市等状况，会当积极主张向消保官申诉。不过，地方消保官的行政量能，敢会当负担真济申诉案件，及时做处理，也引起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的东华大学甲台湾湾区图书馆协会成立一个七特米亚的物流中心哦，学生囡仔来做志工，整理翻新才二手的七特米亚，嘛甲整理过的七特米亚提供予偏乡弱势囡仔来耍哦，创造循环再利用的价值。
今日东华大厦七号米乐园物流中心各种关键的七号米已经空满货架，也毋过拢是二手爱整理甲维修，加爱有耐心甲专心的工作，都由李港甲管理系学生负责。这种电池做的弹簧出现生锈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会从这些零件的收纳区，然后来挑选出适合的，再重新装上去，然后再交回它测试就如果成功运作的话，就可以复活。台湾七头米图书馆协会19年来努力伫七头米维修佮利用，也毋过发现运送成本悬，过去基地部分学校成立七头米中心，无法度流通。东华七头米乐园物流中心正式运作了后，就会当提供专关关键组织甲交换服务。玩具物流呢，在东部缺乏这样子的单位来组成这个台湾完整的物流的拼图。我们现在是开放以团体的，比如说像是幼儿园啊、社区啊，或是早疗单位等等的，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登记，来跟我们申请玩具。申请单位的早疗教师真费，淡薄一寡家庭可能因为经济因素较欠回本，操作类型等异地性七头米，希望大家都关注这类的七头米，像是绘本或者是一些操作的一些乐高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是很缺乏这种的玩具，所以对于他们的精细动作啊，或者是口语表达就在练习上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台湾七头米图书馆协会表示，当全台陆续设置七头米图书馆了后，只欠花莲一地，所以乐见七头米物流的推动，更加期待借着这项交换甲活动，提供七头米的第二生命。记者综合报道。有统计指出，讲未来20天台湾平均30分钟就会增加一个失智症的患者，失智的人口增加的速度是真紧。咱来看台北市松山区的健康服务中心就甲各市合作，伫歇热的时阵安排囡仔甲老大人做伙活动。老大人看到囡仔是真欢喜哦，囡仔学照顾老大人嘛，真有成就感。咱做伙来看卖。台湾高龄失智症患者单日增加，65岁以上的老大人12个都有一个失智。台北市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和松山国小利用学生休热期间办老幼共学的活动，有囡仔来陪伴老大人，会当互时代无同款的刺激，也培养囡仔学会晓体贴和同理心。家长甲阮讲，是大人来参加这活动了后，就是郁卒啊，或也是讲袂记哩物件会进行有改善，因为有牙口的迄落刺激吼，甲囡仔互动吼，其实对因的脑部吼脑筋的活化有帮助。去那个暑期班，所以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会分享，也会陪伴，也会照顾他们。健康服务中心认为，要照顾失智症的时代，上好的做法是社区爱营造友善的环境，增加照顾服务的资源。因发现老幼交流是一个好办法。在设计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世代的不一样。长辈经历过的和小朋友经历过的真的是不同啦，然后他们会有做一些交流，所以手作的部分我们也会因应长者的肢体功能，然后认知状况做一些调整。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老人失智的情形也真严重。专家呼吁家属唔通互失智的时代关点厝内，应该爱互这个时代有定定和社会接触的机会。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前一站乃至的大出，产地介绍是真歹。南投中寮乡的银景林农产行，就用比市场较悬的介绍哦，买乃至来行。除了网购会当帮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行好卖出去的乃至干利润哦，卖部分提供给地方用来照顾时代。甲规罐的紫米乃至整做一粒一粒，送入去银景灶内底烘。南投中寮乡银景林农产行10多年来拢会定期收购农民的乃至，采取茶烧的方式烘出好食的乃至干，特别捧起真受消费者的欢迎。不过这项的过程有影了是个了工。一个程序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开始烘焙嘛，哈，那开始烘焙好之后，我们会再让它籽里面的那个水分再跑出来，那个水跑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就再进行大概5天的日晒，预计大概要13天到15天，好，因为我们这个是慢慢的哈，用低温去烘焙。今年乃至的制作期拄好等着考换。久无落雨，地使乃至顺利开花调果，不过大出来时定定有米卖无价。今年乃至的介绍存无到1年的一半，农产行为着要协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决定用比市场更较悬的介绍，扩大收购大出的乃至来行。
今年的奶鸡吼，因为价位较低吼，所以讲阮今年的利润吼是讲要加行一寡。较早拢一斤拢70、80，今年这30-40块呢，所以讲咱希望讲加行一寡，加生产一些，咱嘛用价位稍微降低吼，互甲咱照顾咱这爱心人士、善心人士吼，会当食到较便宜的荔枝干安尼。农产行表示，有个会行2000斤的自味奶鸡干，毋但帮助在地农民靠不收益，因阁打算甲卖奶鸡中的钱用来帮助地区的公所替老大人送餐，互居家照顾的服务会当愈顺利推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台湾最后一个慰安妇阿嬷过身，今仔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福委会是呼吁政府应该爱甲慰安妇的历史编入去教科书，推动妇女人权博物馆，卖互这段历史因为阿嬷的离开消失。台湾最后一位慰安妇阿嬷一定伫今年5月过身，伊到最后嘛是等无到日本政府甲伊回失的甲赔偿。妇委会望讲政府会当甲慰安妇滚述性努力的这段历史编入教科书。最后一个阿嬷走了，这个历史是不是就不在了？不会，我觉得妇援会的诉求非常好，就是要进入我们的教材，我们的国立编译馆有没有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没人敢忽掉吼。妇委会表示，这群阿嬷在生的时，拢感觉家己的身躯真垃圾，真无价值。做慰安妇的日子，让我们觉得身体很脏。一般男性很轻视女人，绝对不会娶那种身体不干净的女人。她明明是一个被害人，可是却要一生背负这种被污名化。伫全球慰安妇纪念日这天，妇委会强调，虽然台湾的59位阿嬷拢已经离开，也毋过咱有责任继续争取性别平权、甲人权尊严。妇委会呼吁政府成立妇女人权馆，展示历史的真相，推动人权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红历史保育类动物的大石海鸥，这几档的数量有增加了。目前全球估算有35000尾，嘛已经无绝种的风险了。伫巴西东南部有几天长期的记录观察，嘛发现讲当地大石海鸥数量是增加真多，所以真感动。这种叫做座头鲸的海鸥。伫咧海面顶浮游，有人则点伊的鳍，有人则点尾溜，讲个会发出叫声，佮喷水。这台船顶头有真侪穿红白衫裤的人，摕翕相机一直翕。因毋是干那来看海鸥尔，是参加一项叫做巴莱亚美景的计划，记录巴西东南外海座头鲸，抑个其他种的海鸥出现甲活动的情形。为了要整理每一个志工甲研究团体的观察结果，因设立一个叫做“快乐海鸥”的网络平台。根据官网顶头的记录，自2015年成立到即马，团起里的座头鲸的相片超过65万张，确定座头鲸的观察次数超过25万遍。经过比对，因总共发现超过58000多只座头鲸。比对的时阵，主要是看尾溜。研究人员发现，这几年当地海峡出现的座头鲸数量增加真多，除了感觉真欢喜，也要去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因为族群的数量真正有增加，还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和其他海域的座头鲸也受到巴西的外海。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来看墨西哥有一个阿嬷伊真毋甘芳鸟飞来都市，拢定定互其他的鸟仔攻击，还是摔着伤。伊甲厝邻改做芳鸟诊所，甲专家做伙来照顾受伤的芳鸟，等因恢复健康，搁再训练，落尾就会甲因野放。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卡蒂亚鲁斯房间的窗仔边仔有一个盆栽，真侪鸟仔伫遮咧飞，正做一帮是伊的景象。这是芳鸟疗伤治病临时诊所，卡蒂亚耐心一只一只用地讲感词。Oye, tengo un colibrí estrellado, tengo un colibrí en el piso. Me mandan WhatsApp, mándalo con Katia. Tengo 60. 卡蒂亚原本毋是鸟类专家，毋过2009年，伊的先生过身，过2年佫得着癌症，生活事业拢受重创。康复了后，听受伊朋友的建议，为照顾一只芳鸟做伴，佫一摆找到生命价值。后来愈修愈济，开始研究相关的照顾知识，即卖已经是拉美地区的咨询对象。Me llega la mayoría bebés.
me llega muchos estrellados o agarrados por urracas, que la urraca no es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trajeron, la importaron, está acabando con los nidos y con los pájaros. La urraca es un poco tipo águila. 蜂鸟是美洲本土物种，身体只有10公分，体重无超过20公克。在都市生活，除了互其他物种攻击，可能各弄着障碍物，或者是小只鸟吓到受伤。这物件污染也会破病。目前诊所内底60只鸟啊，主要是踮伫卡底的房间，由介合作的蜂鸟灵宝桑托斯斗阵照顾。等到空腹养壮，就会转到隔壁房间训练野蜂树拿生活技巧。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下晡尾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看到玫瑰，我的目睭就动起来啊！好，对，好，来。等下带你去散步。